暑假嚟上海玩，揾間有設計感又舒適嘅酒店就啱晒。今期推介和頤至尊酒店，上海靜安寺店。酒店位於靜安寺南京西路商圈，鄰近地鐵2、3、4、11號線，交通方便。去中山公園、展覽中心或者南京西路都好快好方便。酒店係高端品牌和頤旗下，裝修精緻時尚，客房寬敞舒適，設施齊全，包括智能客控、開夜床、冰箱、洗衣服務，仲有管家服務，真係住得舒心又放心。酒店特別適合家庭旅遊同埋商務出差，有免費泊車、兒童早餐，仲有兒童免費入住服務，啱晒一家大細。市場價491港元，而家優惠價413港元起，即訂即享受。住宿券未用完可自動退款，使用前隨時可退，超放心。立即點開下方鏈接睇睇啦。